缺牙想透過植牙恢復正常飲食功能，但這種方式也不是每個人都適合，因為若是缺牙太久，造成齒槽骨萎縮，植牙就難以進行。台南一位沈先生因為後牙欠缺多年，一直無法好好吃頓飯，希望透過植牙來改善。後來經過奇美醫院牙科部主治醫師劉玉金評估後，決定利用逆轉轉針解決齒槽骨萎縮的問題，順利完成植牙。通常這種逆轉的轉針呢，就是針對骨頭比較軟的，或是鼻竇呢，它因為拔牙後有一個過度的氣勢化。那我們透過這個逆轉的轉針，我們可以讓這個骨頭致密化，甚至它在轉的時候呢，可以多帶一些骨粉到我們的鼻竇，順應的把我們的鼻竇膜往上提升。傳統植牙轉針主要以敲切骨質為主，這樣反而會減少骨量。若是骨質密度低，很容易就植牙失敗。逆轉轉針的回彈效應，讓骨頭跟植體更加緊密貼合，提高植牙的成功率。一般的植牙的轉針呢，它的設計是正轉，所以它在轉的時候，它會去削骨頭。那如果是逆轉的轉針呢，它會收集這些移除的這些骨粉啊，或是骨屑，那可以去推擠到骨壁，那可以讓這個骨頭更致密。对，所以它最大的差別就是說，我們可以利用這些轉出來的這個骨頭呢，讓整個骨壁致密之後，可以穩定我們植體鎖進去的這個初期的一個穩定性。逆轉轉針雖然操作比一般的植牙有些不同，但治療費用卻相差無幾，讓想植牙卻因為牙槽骨密度不夠的患者多了一項參考。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。